Hello， 大家好。今日好開心能夠邀請到我嘅朋友Rocky Yu 過嚟同我哋大家去分享一啲佢健身嘅心得喎。Rocky 佢本身喺抖音上面咧都有90萬嘅粉絲，係一位好有感染力嘅人嚟嘅。咁所以今日好榮幸可以邀請到佢過嚟，歡迎你 Rocky 哥。係多謝你啊 Sam 啊！你係 train 咗幾多年啊 Rocky 大哥？我喺2011年嘅5月嘅時候咧開始健身，有13年，係咯10幾年喎。係啦。所以咧，其實我最主要邀請Rocky 過嚟咧，係好想將一個咁重視健康嘅人點解可以堅持到13年都繼續做健身呢一種咁好嘅心態咧，可以分享俾大家。好啦，咁不如我先問下 Rocky 哥啦。咁你本身點解會去接觸健身嘅咧？喺13年前，最主要原因係因為後生嘅時候病到怕咗，即係我今年55歲啦，好多人都覺得我都 OK 喎咁樣，但係其實好難想像到我當時我只係有120幾磅啦，我後生嘅時候同樣嘅高度啦，177嘅 cm 啦，而且咧身體嘅狀況咧，即係我好後生嘅時候好差。點解會有改變？多多少少因為我結咗婚。我結咗婚之後啦，有家庭啦，有小朋友，我覺得我唔可以再係咁樣落去，因為變咗我覺得我未必能夠照顧到我嘅家庭。咁初頭咧，其實咧我都冇請 PT 嘅，咁啊去到後面就開始會請 PT 啦。當然我喺呢13年裏面啦，我最大嘅得着啊，包括譬如話我個體型好咗啦，即係健美咗啦，即係以前係點嘅咧？咁以前寒背寒得好犀利啦，好瘦啦，經常有啲腰酸骨痛啦，精神差啦。但係如果真係講最大得着咧，係真係呢13年嚟咧個健康真係好咗好多。我好絕對係相信係因為我健身，所以我係冇感冒過。冇感冒對於我嚟講有一個非常之大嘅好處，就係當我照顧我屋企人嘅時候，我會容易好多。都係嘅，因為始終咧，其實我可能個經驗都冇你咁耐做健身嘅經驗係啦。咁但係喺個過程中抵抗力提升咗咧，係自己個好切身嘅體會咯。係啊，係啊。另外一樣嘢，健身帶俾我一樣非常之好咧，就係咧我感染埋我太太中意做運動。咁佢見到我個改善，同埋隨住年紀開始大啦，佢都覺得哇，佢都要做啦，運動啦咁樣咯。以我所知，你係即係 Rocky 哥，你係跟教練 train 咗10年。OK， 咁有啲咩動力令到你堅持到，同埋願意喺呢一度去即係叫做投資咧？我過去10年咧最值得嘅投資就係花喺健身教練嘅錢，因為當你想象一下，就係話佢係能夠令到，似我所講啦，我成10幾年，我成13年我係冇感冒過啦。即係我諗就係慳翻好多醫療嘅支出。因為我今年55歲啦，即係唔好意思都講句，我身邊有好多嘅人有好多嘅身體上嘅問題。咁我即係好感恩啦，咁亦都 touch wood 啦。咁我啱做完 body check 嘅，所有嘅指數都係 OK 嘅。咁但係你自己會覺得有跟教練同埋冇跟教練嘅分別係喺邊咧？其實有跟教練同埋冇跟教練咧，我覺得有2個最大嘅分別。其實咧冇跟教練咧，你係好大機會會做錯動作，同埋有好多嘅冇跟教練嘅人咧，都好中意咧去為咗證明自己去死衝個重量。於是咧，你嗰個運動咧，你嗰個健身越唔啱嘅時候咧，佢好多時咧其實會引起呢個關節勞損咧，會更加厲害。特別係我哋呢個年紀咁所以我覺得有教練帶俾我哋正確姿勢咧，非常之重要。而第二樣嘢咧，亦都係我發覺咧，係健身教練俾到你，佢經常能夠去 push 到你去突破你自己嘅極限。因為我哋自己去練咧，一定係懶㗎啦，即係盡量係會輕少少㗎啦，10下就做咗7下就休息啦。係啦。咁但係有健身教練，即係心諗俾咗錢喎，咁點都要做足佢㗎，啱唔啱先？同埋即係大家都好專注㗎嘛，你又好專注做緊，健身教練都好專注咁 train 緊你，即係成個事情係冇得偷懶嘅。咁即係反而我覺得喺嗰度做1個鐘頭係多過你自己做3、4個鐘頭。即係可能有啲學員都會想問，或者有啲粉絲都會想問，其實做 gym 一般幾耐先有成效㗎？咁你個訓練嘅歷程，關於效果方面又係點樣嘅咧？其實早期咧，我哋做到健身嘅邊有即係咁崇高理想嘅話為健康啊，個個都係為咗健美嘅，即係話個身形係啦，個身形好啲啊，用正確嘅方式去 train 咧，基本上3、4堂就好快見到個線條會出到嚟，再配合埋飲食，其實即係3個月基本上好容易會睇到個成效。整體嚟講就係想為咗維持一個好健康嘅 status 啦，即係所以喺長期嘅健身裏面咧，帶咗我好多，譬如話我體型好咗啦，我健康好咗啦，更加當然我精神好咗啦，我事業好咗啦，我嘅自信心好咗啦，甚至我嘅小朋友都會以我作為一個榜樣。即係我始終都係講一句，就係過去嗰10年裏面，我覺得最值得嘅投資冇之一，真係冇之一，就係將啲錢放咗喺健身嗰度。
其實喺今日拍攝之前咧，我之前都有聽過阿 Rocky 哥佢嘅關於健身帶俾佢嘅好處啦，係真係好能夠感染到身邊每一個人。所以啦，最後我都想問下阿 Rocky 哥啦，其實我哋 Excellent Fitness 好多學員咧都係成熟年齡層嘅，咁其實不論咩年齡都好啦，其實對於即係啱啱初學者去接觸健身，你覺得點解咁重要，同埋你有啲咩嘅建議俾佢哋咧？點解咁重要咧？特別係我哋呢年紀啦，好明顯一樣嘢㗎，唔到你唔信㗎，女人過咗40歲，你好明顯會覺得你嘅精神體力係會下降得好緊要。男人咧，去到50歲之後咧，唔到你唔信，我一過咗50歲之後，即使我經常健身啊，我都覺得我自己嗰個負重啊，同埋我嗰個即係心肺功能咧，都比之前差咗。所以你唔好諗住啊，咁我50歲先乜嘢啦？你去到50歲先至開始做咧，其實當然個成效會冇咁好嘅，一定係越早開始越好，同埋最有價值咧，冇乜嘢有價值得過你嘅健康。如果我真係俾你兩個最大嘅 tips， 兩個最大嘅 tips， 我真係講咗個。第一，最好近；第二，呢個 tips， 我相信全香港冇人講過。最緊要就係你嚟，就算你嚟沖個涼都好，因為我有一個好大經驗就係，只要你一離開健身室，你就永遠唔會翻嚟㗎啦。只有你養成一個習慣咧，你先能夠做到一個長期嘅健身。你做到一個長期嘅健身，你先會有長期嘅健康。就係一個咁簡單嘅事情。係。同埋點解我揾咁多年教練有一個原因係，就因為我太怕我自己會放棄，所以我每一次咧我就擺一嚿錢喺個教練度。每一次我做到我唔想嚟嘅時候咧，心諗哎呀唔得喎，仲有咁多錢喺個教練度喎，我唔做咁咪好事。當你渡過咗低潮之後咧，你又會繼續做落去。咁我覺得真係冇乜嘢係比起健康係更加緊要。好啊！咁啊喺呢一個分享嘅過程中，其實我哋已經聽到點解能夠堅持到13年，因為我諗都係背後帶俾你身體上面嘅價值啦，所以先令阿 Rocky 哥你能夠即係堅持到咁耐啦。咁今日都好多謝你嘅分享，希望喺熒幕前嘅你啦，睇到 Rocky 哥嘅分享咧，就轉個頭就去健身啦，你都可以一樣同我哋一樣擁有健康嘅。咁我哋下集見，拜拜。